大家好，又係 Master 關於學世界嘅時間啦。上次講過丙午年啊，整體嘅世界運程同香港運程啦。上次講過，因為每一個行業咧都有佢獨特嘅運程啊。咁今次講每一個行業嘅運程啦，大家成日都聽啦，叫做赤馬紅羊係咪？通常又唔知點解赤馬紅羊後邊又加個劫字啊，仿似赤馬紅羊就一定好多人死咁樣。咁我想講赤馬紅羊咧，歷史上面可能真係多啲劫難嘅，咁但係亦都唔係每一個赤馬紅羊咧都死好多人嘅。今次赤馬紅羊，我估啦，某啲地方嘅股市有比較大嘅動盪嘅，但係係咪好似大家預期咁快有啲好大嘅下跌呢？就我覺得呢個時間就未必好早嘅，可能去到出年嘅第四季，又或者再之後多季兩季都絕對唔奇。咁所以我會覺得啲大型嘅股市下跌未必咁快出現。咁所以如果你話我睇整體行業上邊呢，先講就講金融業啦。金融相關嘅，雖然大家都成日話 AI 好多泡沫嘅，咁但係喺個金融業裏邊，我覺得同電子創新科技相關嘅金融產業咧，今年依然繼續都有唔錯嘅表現嘅，所以呢個都算係可以嘅。咁但係如果擺脫咗創新科技呢邊變咗傳統金融業嘅上面咧，咁我就覺得要考慮多啲啦，因為尤其啲銀行相關啊、傳統業務嗰啲咧，今年所受到嘅衝擊會比較大啲。咁有啲人會對一啲傳統嘅行業，例如傳統銀股啊、地嘅房地產股啊、香港嘅房地產股，咁我覺得好衰又唔會嘅。咁但係佢淨係上喺一個內銀股，可能都係比較多衝擊啦。本身房地產股嘅股票，我覺得嗰個發展又會好啲啦。金融業如果講到呢啲，應該都要講本次嘅諮詢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，或者引導去購買某隻股票嘅一個意見嘅。本人並非證監處相關持牌人士，我通常我冇準備呢啲堆嘢。OK， 總之就唔關嗰件事啦，係啦。咁就係你中意你要留意嘅，可能呢啲行業會有啲唔同嘅情況。咁做地產嘅朋友咧，成日問我啦，咁我會話嘅地產最差嘅時間其實喺香港亦過咗嘅，內地過咗未就唔知啦。咁但係地產係咪有好大嘅升幅？因為我有見過啲地產發展商咧講今年推得好大嘅話，啲地產有10至15% 升幅，有啲話15至20%，我唔知。咁我覺得地產今年都算係比較平穩嘅一年嘅，咁但係你話佢有好大升幅又唔會，好大跌幅有啲好似有啲師傅講跌7成啊、9成啊嗰啲，咁我又唔會啦嚇。咁所以變咗今年就算平穩。咁如果你想換樓嘅，今年係一個機會嚟嘅。咁啊另一方面，我覺得香港以前比較傳統都會比較好嘅行業咧，就係零售啦，又或者飲食咧，呢兩個繼續都係比較難搞少少。咁但係相對比起2025年咧，我覺得略為有少少好轉。咁但係好轉唔係好多，因為喺個直連掛或者係個立春八字上邊，我見唔到有一啲好好嘅政府嘅政策，應該喺呢個時間會出到台，尤其香港。咁所以變咗咁嘅情況之下呢，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呢，比較困難。咁所以都要睇，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傳統特色，或者你本身都有競爭優勢嘅，咁嗰啲行業裏邊嘅龍頭啦，又或者一啲比較突出嘅一啲黑馬啦，咁我覺得今年繼續都算可以嘅。咁但係你話其實唔係做開好特別嘅嘢，又或者做開啲不嬲都唔係好受歡迎嘅品牌嘅，今年啲小眾啲嘅品牌會唔會有機會突圍而出呢？我暫時未見到，我覺得今年都係屬於困難嘅。至於旅遊業呢，我覺得今年所受到衝擊嘅機會會比較大，除非香港有比較大嘅，即係唔係好似依家咁啦，求其搞個魚蛋經濟又話有大嘅起色。即係我覺得你有大嘅一啲願景，有啲城市即係城市嘅規劃，對於文化產業嘅嘢有啲比較大嘅好嘅一啲嘅組織啊、策劃啊，令到香港有某啲獨特嘅優勢可以發揮嘅咧。咁呢個旅遊業相對先有比較大嘅發展嘅機會。咁但係你話外地旅遊，即係香港嘅旅遊業去外地嗰啲咧，旅行團會唔會有繼續好嘅發展咧？咁我諗隨住內地嘅某啲復甦啦，雖然個復甦我又唔係見到好明顯啦。咁啊香港嘅復甦啦，咁我覺得外地旅遊嘅機會做旅行社嘅朋友咧都還好嘅。咁但係依家旅行社嘅做法同以前唔同啦，依家比較可能即係好多叫做電子即係價格平台，咁所以變咗你如果係自己做旅行社嗰啲咧，其實相對嚟講困難嘅。咁但係你話問我做旅遊從業員，咁嗰件事有冇得做啦？今年都還好嘅。另一方面就係做啲教育啊，又或者相關嘅嘢咧。咁我覺得隨住經濟復甦咧，大家抌喺小朋友嘅身上面嘅錢都還好嘅。咁但係今年對小朋友嚟講都係一個挑戰比較高嘅年份。咁今年我覺得相對嚟講，關於小朋友嘅問題會繼續有一啲嘅嚴重，特別可能有啲嚴重嘅事件會出現。所以今年我會比較覺
得教育相關嘅嘢，如果佢淨係屬於即係補習啦、中英數啊、所謂中英數常啊嗰啲嘢咧，睇下你有冇競爭優勢咧，有嘅，咁今年都唔會太差嘅。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同呢啲教育相關所衍生嘅，或者同啲心理諮詢啊相關嘅嘢咧，今年可能會有比較大嘅發展，又或者可能另類關於兒童成長啊、文化嗰啲咁樣相關嘅嘢咧，今年可能會有比較大嘅發展。咁但係你話社會紛爭爭拗會唔會好大？今年未必，但係今年好多嘅輿論壓力會出現，咁所以好多事件上邊嘅嘢可能有比較多嘅引導啊，又或者比較多嘅一啲資訊，可能嘅需要會比較高。咁所以大家就可能喺呢啲位，如果你做緊呢啲咁嘅行業嘅嘢咧，可能稍稍會多留意一下。廣告業今年做廣告相關嘅工作係多，但係依家基本上變咗類型會比較多。我覺得廣告相關嘅行業嘅機會會唔會算係好轉咧？比平時以前可能好轉少少，但係好轉唔多。咁所以如果你做廣告相關嘅嘢咧，除非你做電子傳媒，咁我覺得相對嚟講，或者做所謂啲數碼嘅 digital marketing 嘅嘢，咁我覺得嗰個機會發展可能都仲會好啲。咁但係你話做其他嘢，或者你唔係同啲所謂啲數碼平台啊，又或者啲網購平台相關嘅啲數碼嘅宣傳咧，又或者同 AI 宣傳有關嘅咧，今年相對嚟講都係困難嘅，因為個經濟環境都步向咗比較多用呢個 AI 啊，又或者一啲所謂比較虛擬嘅嘢多啲。咁我諗呢啲喺個宣傳上邊可能要做多啲，咁個機會多啲。但係如果你話你同呢個教育係同呢個數碼軟件啊，又或者虛擬嘅嘢嘅訓練有關咧，今年係一個唔錯嘅時間嘅都。今年個發展會比之前仲要再快一啲嘅。咁另外就係做一啲所謂醫療設備嘅醫療，其實醫療喺香港以前嘅時間咧就係一個比較有優勢嘅地方嚟。咁但係香港嘅醫療嘅發展咧，所謂創新科技應用喺醫療上邊咧，香港其實就唔係好明顯嘅。一啲鄰近嘅國家可能發展會比較快啲。咁所以香港有一種落後。既然香港喺呢個上邊落後，就變咗傳統，佢咪用火嚟代表，用金嚟代表。今年受克嘅，所以今年如果香港走回舊路，做一啲再傳統嘅嘢，最傳統嘅俾啲傳統嘅藥理，或者俾傳統嘅針灸啊，傳統嘅一啲物理治療，香港係會有啲蝕底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做一啲關於創新醫療嘅嘢，又或者融合科技嘅嘢，又或者你用電腦啊 AI 啊，融合你嘅醫療技術啊，又或者你嗰啲嘢係一啲好精密嘅科技喺裏邊咧，今年都係有啲發展嘅。不過我覺得香港嘅呢一方面嘅優勢唔係好明顯，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同從事相關嘅研究啊，或者從事相關嘅服務類型嘅嘢咧，我覺得香港未必揾到好大嘅出路。咁但係如果你有揾辦法揾到政府資助做呢件事嘅，今年喺香港好、東南亞好或者美國好，今年呢個發展都會理想。咁連埋相關嘅一啲藥物嘅研發啦，又或者一啲微型嘅藥物、微型嘅機械人、微型嘅一啲手術咧，今年會有再比較突破嘅發展。咁今年再有啲好啲嘅勢頭喺嗰邊出現。咁所以睇下究竟你相關啦。拉到就關於美容行業啦。美容行業今年係點咧？因為美容行業如果傳統嘅咧，今年相對嚟講火好重。香港喺呢個行業上面嘅發展唔係算好理想嘅。香港今年而且嚴格嚟講，我覺得相對嚟講會有某啲嘅災禍發展嘅機會會高啲。咁所以變咗，除咗一般傳統同傷患醫療有關嘅嘢，或者高新醫療相關嘅嘢、高新科技啦，咁其他嘅行業相關醫療或者美容嘅咧，今年都可能比較一般。咁所以如果你做緊啲傳統美容行業，除非你公司嘅品牌做得好好啦，如果唔係，我覺得今年都係困難嘅。但係當然啦，做緊美容啊、美甲嗰啲，我原本有一班固定嘅老客戶，今年你唔好求有啲咩大突破嘅，咁今年都還好嘅。但係你話你想深入呢個行業，或者你本身都經營有啲困難啊，今年都係個困難嘅一年。咁所以睇下究竟你自己嘅定位啦。咁大致上我知道香港嘅行業大致上我係呢啲啦。咁現場嘅觀眾有冇啲行業我冇 cover 到想講埋㗎？冇啊。身心靈哦，身心靈係屬於虛幻嘅嘢，所以身心靈行業咧喺香港嘅發展繼續喺呢一兩年都有再大啲嘅發展。不過虛假嘅人都多，大家稱之為啲咩棍嗰啲咧 ，OK 係啦，會有多嘅，所以真同假大家都要花啲時間去考慮去理解下咯。咁啊，今日大致上講到呢度啊，下次再同大家講其他關於新一年嘅嘢，拜拜。